好来，乡亲啊，离这个五日节也有将近2个月时间，而且拢还未过清明咧，都已经闻到肉粽香咯。婚礼要拿来出旺来，甲旺来创落炒鸭，搭配着五谷米来绑肉粽，每一年拢一个啊，就互抢定了了。另外，这个西梨出黄金米，当地农会用这个黄金米甲在地猪肉、甲土豆类绑肉粽，这个传统口味嘛是一开放注文1点钟就互抢了了。炊火肉粽拍开粽盒啊，香港的黄金米随清起的到片空，规粒肉粽上成人的就是采用昆林西梨在地的黄金米，软 Q 软 Q， 豆打在地土豆含猪肉。但年一个开放注文，农会内底工作人员就亲像千手观音，无形刺刺。摕电话注文买资料，办公桌前个排队人伫咧现场等咧买。去年就伊买无着，比较早就来的对吧？等于才摆，好对好对，啊，毋则等于拢来才看。阿公阿妈一透早就来抢肉粽，因为才过1点钟，肉粽就扣订了了。停止一个了啊！停了。以较即马为止吼，应该超过11万颗的啦。黄金米粽1点钟来到抢到11万粒注文的数量，总干事讲袂当阁订，若无工作人员加班包肉粽是无通休喘。今年肉粽因为关不了起价，继续起，为39变40，留啊起5块。起价肉粽够这一粒，就要比查甫人手部更加大。往来五谷粽用的是五谷米，佮加拿来乡在地出生的新鲜往来，咸甜啊咸甜的滋味，吃落去袂费，佮刷脆，继续冒流啊起，10粒600变63。去年是到5万颗嘛，对。那今年我们再增加1万颗，来确保品质。农会讲，去年5万粒嘛是一个开放注文，到手一个卖了了。今年特别增加到1万粒，已经紧绷啊，收济做袂起。为着高品质，想要食的人骹手就要紧，若无就弄出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